九份子国中小，它是坐落在台南市第一个低碳示范社区种子重划区。当初这个学校的规划，它就是要成为是一个钻石级的绿建筑。那么学校完成启用之后，那也确实得了在建筑界非常多的奖项，包含国家建筑卓越奖、这个原野奖，以及台南市的这一个公共工程优质奖，以及得到内政部的绿建筑奖。所以我想得到4个建筑类的奖项，可以说是获得4重肯定。那也证明我们九份的国中小，确实在永续校园的这个部分，绝对是可以成为是一个校园的指标。在这个第2期的工程里边主要是包含了2栋4层楼的建筑以及2个风雨球场，还有一个地下停车场是2层的。能够提放给更多学生来使用、运动，还有社区民众也来这边休闲。这个地下2层的停车场有361个车位，我们设计的是采用一个会呼吸的停车场，包括有自然采光、绿化，通风渗透到地下室的停车场，不会让停车成为一个幽暗的空间，而是一个可以感受到外界自然条件会呼吸的一个停车场。全校的屋顶有一半是绿化，一半是太阳能，那这个效能非常的高。像一次台风雨来的话，可以提供学校2个月的灌溉，这个节省了不少的一个水费。九份子家是安南区人口增加最多的地方，而且持续在建设中，所以的家呢，咱2期校舍的开发的兴建，对学校就近的就学一定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咱这届嘛，包括咱地下的停车场，咱知影讲整个的咱的重划区，住户非常的多，停车嘛较无方便，所以呢，在这个地下停车场的开辟，我想对地方居民住户的停车帮助相当的大。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前途，祝台北平安迎接那个。前途，什么当靠顺利，天意久留。九份子地区人口成长非常快，然后这个九份子国中小，它的一个学校的设立一下子就额满了，所以就有了2期校舍的一个需求。那感谢议会的支持，因为2期校舍全部都是都是地方的市政府自筹的经费。地下停车场总共要花费9亿，那中央大概补助1半，九份子国小大概要4.3亿全部都是市政府的经费，所以我们希望早日施工、早日完工，能够让这个地方不但解决教育问题，也解决停车问题，让大家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教学以及停车生活环境。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11月4日中间台南电新闻。首先来关心议会市政总质询。议员蔡中和的总质询提出媒体针对营销竞争力加6都乌金治安的评比调查一一来检讨，因为台南这枪击事件加上无破案，民众烦恼台南治安加无信任感愈来愈悬，所以要求市长答应一定要为政治性的治安事件把关。会中议员马上市长配合2卡的技能，考试台南无爱枪支卡。议员蔡中和伫总质询以远见杂志加台湾议题研究中心针对营销竞争力加6都乌金治安的评比，发现台南主要退步指标就是民众对治安的忧心加无信任感。议员除了期望市长严格对政治性治安事件把关，嘛要求警察局长新官上任要有具体作为，也无庆声响未停，互虎声变成贪腐的城市。会中议员嘛将配合2卡技能送给市长，痛心表明台南无爱庆支卡。我现在不是跟你讨论个案的后续啦，其实你上任6年来，非常多的政治事件，不管是
议员候选人的服务处被开枪，还是甚至民进党籍的重要人士也被开枪，等等的治安事件，你知道为什么我要送你一颗鸡蛋吗？我知道你是不怀好意的，我是剥好的蛋壳啊，代表什么？台南市民不要蛋壳啦！您上任这6年来，治理台南市4个字，让子弹飞。其实现在11月4号了，再2年就是您卸任的日子，没有，能不能再2年多一点？2年多一点，多1个月嘛，能不能在2年多1个月时间，不要再有政治性的治安事件发生？本来就不应该有，不管任期还有多久，都不答应我们嘛，答应全台南市民，可以吗？您说不要让它发生，那你要把所有的全台南市的这些有治安涉及的分子都应该把它。市长，好好听我讲，我说政治性的治安事件，尤其是党内的同志，好不好？对，每个人都没有办法注意一下。你讲的对，但是每个人都没有办法替其他人的行为负责，但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另外，面对今年7月加精彩开幕的精神公园，总经费8.3亿，不过和议员蔡宗和相当不满是，才拄完工，不过地下2楼的停车场路面敢若月球的表面，完全无平。质疑这款的公共工程品质，要求限期改善。对此，交通局长表示，因为也未验收，所有缺失拢依照合约改善处理。对此，市长嘛承诺到年底一定完工。咱的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为了照顾偏乡的公共运输，市府推出小黄公车以后，一直备受好评，所以交通局嘛积极向中央争取经费，陆续开辟营运的路线。对此，议员周立珍就为希求等时代需求来请命，同时嘛希望社会局落实爱心客运车的长期照顾政策，让需要的长辈受惠。小黄公车服务山区偏乡，算是台南上体贴的交通政策，嘛备受好评。所以议员周立珍伫总日巡嘛为南区希求等旧部落的长辈真有需求来请命。不过因为提出以后，却一直得不到市府回应，所以伫总日巡难得受气甲交通局探讨，希望唔通成为风中的承诺。对此，市长嘛答应年底进前会规划好势。计程车的部分，那市长当时也说可以，这个部分我们会来研议啊。那研议已经经过半年的时间了，研议的方案现在有结果了吗？今天已经11月4号了，10月24号到11月4号，经过了20天，处长连个消息都没有给我。我们年底以前来规划，然后明年开始实施。好，市长有一个期程给你。OK， 局长，你有听到市长的就回应的？明年看什么？当然中间有两个变数，第一个中央要核准补助，好，第二个就是我们规划来得及，所以明年可能是明年初或者明年中，好不好？了解在地这个我们长辈的需求，来规划合适的服务。我想小黄公车在我们其他区的服务都非常成功，没有说这里不可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需要来探求服务，来研拟一个最适合在地需要的公共运输服务的形式。我想这个我们再来处理。除了小黄公车的需求，社会局因应长期照顾的接送服务，嘛推出爱心客停车，预计年底进前要甲客停车业者正式签约合作。对此，议员周立珍嘛希望市府落实该政策。好65岁以上有需要的长辈，依照无同的经济状况来支付费用，拢有机会运用这项福利。咱的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过去拢伫古节举办茶会、虎城洗澡茶会，今年已经迈入20档。为了吸少年一辈来接触茶的诉求年轻化，所以今年11月9号要登场的茶会，特别选到游艇俱乐部来举办，嘛邀请参观的民众到时申请蓝色或是白色服装来品尝顶级的茶叶，并将游艇来欣赏美丽安平美景。
但市第个促进会成立40档，伫节节李干顺努力，呼声洗澡茶会活动嘛迈入第20档。今年以遇见爱伫夕阳下为主题，首次行出古迹的场地，甲热门打卡景点，也是游艇俱乐部合作，希望吸引少年一辈来接触地艺，嘛用新旧交替方式来传承。过去一直以来呢，我们的夕照茶会大部分都是在古迹举办，好啊。那因为我们现在这几年呢，就是我们喝茶的群组啊，就是希望呢，就是往年轻化的族群推广。那今年呢，我们的夕照茶会呢，特别呢，就是拉到我们就是现在安平这附近呢，就是很有名的我们一个游艇的码头来举办。好，那我们今年的主题呢，叫做遇见爱在夕阳下。好，那主要呢就是说，在我们品茶席啊，然后听古筝的结束之后啊，然后再带我们的茶友啊去体验一下比较新潮一点的那种，就是大家带着人泡茶到去坐我们的豪华游艇我们豪华游艇这是目前我们南台湾最大的一台那个就是高级游艇，就一次呢可以容纳40个人。好，那我们希望说呢，就是能够把我们的那种茶艺文化推广向年轻族群。每一档的地色拢有侪侪风貌，今年为了迎合海风加地芳，不止地色用哩蓝色、白色加红粉的元素，连地盘嘛用古早希诺基的门窗来设计，相当特别。促进会邀请报名民众到时申请拿白2色服装来参加，品尝顶级的地色，并体验目前台南上新这价6000万的豪华游艇，来欣赏美丽安平景色。第一次在安平这个海边这边，所以我们这次的，因为借这个蓝天白云，所以我们这次有要求来参加的与会朋友，大家都必须穿蓝色或是白色的衣服，所以我们这次举办了蓝白趴。那我相信这个拍照起来，大家一起玩的氛围应该会很棒。因为富城夕照茶会一般就是20档，备受好评，所以11月9号东港三体处总共150个名额，真紧地压满，欢迎有兴趣民众报名就要紧。台南新闻阮吉林银光采访报道。台南市中西区南厂武营店28档后，再次以高丽来举办甲成年王游大典，其中有一档头戏就是送王船，不只有8000份民众的添载品，嘛准备将近100种的中药材放伫船内，希望透过上船来消灾解厄。一档6尺的王船伫路上相当壮观，20顶升桥甲顶头大约2000人随行，沿途信众一一加入救公船的行列来求平安。王传大教这种民族的传统的一个我们的宗教活动，应该要继续的就是说传承下去。头一届真新鲜呢，带我的同学来一起来参加这样子，因为他们远从德国来。起舞吧，希望这个五谷丰登，然后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南厂武营店往年是12档一颗王船节，受到内部整合等因素，让28档接办。甲新年王寿大典有17间交杯景来斗热闹，西港庆安宫嘛来交流。庆安宫剩3档一颗吼，迄做熟练，我注意的来甲我问我甲提供足侪意见吼，包括讲咱做王府做家门，甲做王船遮诚侪意见庙方嘛拢足尊重我吼，拢照阮的迄个程序在行。这道可能也是咱离往后最后一只的王船真特别就是咱伫风台过后，就来随马上就没有迄雨完全拢随风雨拢停啦。这真正是咱潜水真正显赫的所在。这只王船跟其他无同，是用中亚木落去做，价销无少，大约150万。伫府城旧城区来讲较大，庙方制出8000份添载品，内面有米、糖、盐、茶等。
四周围各放纸钱，完成各项仪式了后，就开始烧王船。做的时阵，通常拢是甲疾病瘟疫有关的哦，所以你看伊就要甲 COVID-19 收尾，所以你看伊添载时阵有特别吼，伊挑足侪中药材，这是伫咱台湾的王石内底吼，足罕的看到吼。顶头先叫反射护持，互大天神手炸着百味中药材，象征转去到天河，甲民间的疾病灾厄去除掉。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今日南区社区迎造新歌展如何伫水高社文化园区举行？这闽大甲贵宾拢出席见证。活动当中不只有精彩社区学校表演，也有手工艺品甲在地美食，互参与民众会当一面看表演，一面食美食，相当热闹。台南市南区今年总共有6个社区营造点，包括金华、国体、松安、白雪、甲文安社区，以及原理文史协会，成功得到市府文化局的提案补助。其中金华社区以着成人工棚，提供男性来学习展现主者，甲着木工等手艺，而且参与者平均的年龄75岁，相当有特色。这是咱今年文化局的一个成果啦哈。咱要做文化局这个活动，这个计划咱就提出要互一寡老人甲做起来物件会当含囡仔做伙佚佗，这个子孙咱会当互相来佚佗来耍的这个玩具，咱请这个专业的这个木工师傅来甲咱指导，这材料拢由咱社区这边来准备，互咱的社区的这个长辈来开始来操作做好的成果甲含这个幼稚园的小朋友也是讲因兜的孙做伙来使用，来耍感觉提升因这个生活的趣味啊。南区区公所今年以着南风荟萃，找出南区的滋味为主题。2号上午，伫个水高社文化园区举办社区营造的新歌展，现场包括民政局长江玲煌、议员林美燕、周丽珍，以及多位里长拢到场。现场邀请到青年、银发甲儿童的表演，就连区长肖秀华甲着多位的里长，嘛拢同齐甲银发族来载歌载舞，场面热闹。南区办理社区成果展，今年已经迈入第14年了。那这14年来，非常感谢我们的社区、我们的里长全力的支持跟配合我们，社区营造这个工作。那其实社区营造这个工作，就是主要要从地方做起。那透过地方来营造社区，让我们的南区可以越来越好哈。那今年参加的有6个社区，包括我们的白雪、松安、文南，还有文史工作室，以及国仔，还有金华6个社区哈。那其实这6个社区从年度一开始，我们就提报计划到文化局去申请，那到核定下来，我们执行。今天的一个成果呈现，那未来我们希望里内有更多的社区，或者是说我们的里办公室能够一起来加入这个社区营造，让我们的南区在社区营造这个部分做得越来越好哈。现场除了各社区推出的新歌展，亲像白雪社区言之有物，将社区的文化资源调查，甲着在地故事探索，转化成经验来分享给大家。以及在地水高社民德里嘛推出贯穿的美食口袋饼，提供民众无同款的美食享宴。
今天我们明德社区所展现的是叫做口袋饼。那口袋饼的原料呢，一定要把我们原来眷村的烧饼，把它放进来，才是一个道地的眷村口味。那内容呢，我们有放入到我们的一个比如说我们最养生的洋葱、小黄瓜、番茄，这些呢，还有当然最重要它一个红烧肉，那个肉呢也是我们眷村道地的口味。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创意的口袋饼，有别于市面上那种披萨那种饼皮是不一样的。这场南区社区营造新歌展对现场的展示，不管是手工艺品或者是饮食，拢充分展现在地特色。现场主办单位还佫提供免费的兑换券，让民众会用的一边看表演，一边来品尝美食。小处凝聚社区的特色，甲着民众的参与。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湾首月天团今日结合台南400举办府城历史践行活动，全程4.2公里，3号透早伫中义路口出发。去有专家伙仔、毛公司团体报名的，总共2600位民众。一路上串联20位古迹，不只有看头，更是相当的热闹。由台湾首月天团举办的府城历史践行的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2档。参与的民众每人穿着蓝色的纪念衫，一早起就开满整个中义路，包括市长黄伟哲、民政局长蒋玲煌。以及座位的议员、民意代表拢到场出席。市长表示，天坛是台南历史悠久的庙宇之一。伫最近2届的风台侵袭，台南相对的平安，同款的全民的健康，除了靠神明的庇佑，嘛要加出来参加健行来维持。真的很开心。好，我们第2届的天坛的健走，其实天坛是我们台南最有历史，而且事实上人气最好的庙宇之一。天公祖玉皇上帝让保庇大家拢平安顺利。那我们也要人也要神。你看那个台风台风山头儿还有这次的康瑞，其实台南都能够平平安安，相对的能够比较平安。市民上这个天公不要咱保庇，但是咱家己嘛要做好咱的防海准备。同样的。提供保庇咱健康，但是咱我们来健走来维持健康，祝福我们今天的健走活动圆满。各位好朋友，大家都健康平安喜乐，好不好？今日咱的健行活动，主要是各位朋友，咱要行台南中西区20个国定古迹和市定古迹，咱一定行了以后，大家一定阮拢有准备足侪物件。停行了以后，咱会点遮摸彩，今日的摸彩有200几份。2024台南府城历史践行全程大约4.2公里，串联中西区20个国定加市定的古迹，对中义路天坛来出发，经过北极点、公会堂、南区气象中心等座位的著名地标。真侪参与的民众拢是专家出动，甚至有公司团体来报名。时间一到，由着市长加天坛董事长共同来敲锣出发，整个活动热闹滚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中华艺术科技大学创校56周年校庆3号举行，由校长孙义民颁发113年杰出校友的当选证书，和台中县政府交通观光发展处处长蒲敏正等9位当选人，同时嘛表扬驻青教职人员，各界贵宾拢踊跃出席，热闹滚滚。中华艺术科技大学创校56周年的校庆典礼，3号上午伫学校的演艺厅来举行，包括总统赖清德、副总统萧美琴，嘛拢特别谒电来祝贺。现场出席的贵宾有市立病院的院长蔡良民、基美嘉义病院院长周伟年，以及市府秘书陈宗明、学校的校友会、家长会以及党干事会。加着各级学校的校长等贵宾，场面盛大。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学校创校已经56年了。在校庆典礼这个重要的日子，
首先要感谢各位贵宾、各位好朋友，百忙之中莅临参加，为我们学校56岁的校庆增添光彩。56年前的中华医大和如今的中华医大，无论是在环境与规模、教学设备，还有学生人数，都有显著的发展与进步。我相信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在此，我要感谢历届的董事会，还有历届的校长对校务经营的投入跟奉献。我更要感谢我最爱的全体教职员工的努力和奉献，让今天的中华医大在医师健康人才的培育上累积了卓越的成果。典礼当中，校长孙益民嘛特别颁发今年的杰出校友奖。今年的杰出校友有卜敏正、李依熙、高金鹏、李英杰、许惠美、陈玉琪、陈世伟、许林珍、甲伫胡家伟等9位。当选人拢是该校无同年代甲科系毕业，伫个各行各业有真好的成就。另外，学校还佫颁发予不满10档、20档甲30档的资深教职员，包括校长孙益民、甲伫教师许淑珍等24位获奖。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最高社文化园区的合同奖勋书房，对今仔开始办理金刚经应无所住的展览，当中就包括奖勋的手抄金刚经、悉达多油画以及金刚经的字画等等，让大家感受佛学的水。就启动上面的装置。拿锤敲钵，天花板上的27个钵跟着发出声响，体验开悟的智慧。包括譬如说，我们想要排除的这个贪嗔痴这3件事情，也许这些钵就可以带来声音跟频率的转换，让你去体验。在合同文化艺术基金会的牵线之下，奖勋书房落脚在台南水交社，这天以金刚经作为开幕首档展览。这是我们台南的幸福，感谢让台南可以感受到这份平静，借由金刚经来感受这些不一样的祥和跟稳定。希望说未来在水交社，大家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务必能够来这个合通奖勋的书房，大家走走看看。我相信这一次的金刚经的展览，应该可以带给大家非常多的启发跟慰藉。展品包括悉达多油画与金刚经字画，另外也涵盖精工作品以及88吉祥，集结3位大师作品，在视觉艺术上加入听觉效果，并与 AI 科技结合，展现佛学之美。亲人生病或者是有困难的时候，会靠金刚经来度过一个比较艰难的时刻。所以我想每个人对金刚经的了解领悟其实都不太一样。那我自己是用书法抄写，那父亲过世的时候，我为他抄了一卷金刚经。其中最特别的是这卷8公尺的金刚经，是蒋勋在父亲逝世后所发心抄写，不曾展出过。他说，每个人对金刚经有不同的领悟，借由展览，希望让大家对生活能时时怡情养性。记者陈怀谈的报道。感谢收看11月4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
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四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四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不，现身和投资权